我这波啊，较重的。好走，好走。安万地，头壳对落，身前红衫裤头顶过嘞，可爱小阿妹，今年是几岁？听问阿娘不知家翁也陪。脚穿红布的一步叫一个，实在真美丽，愈看心愈迷。拜托阿娘啊，予阮爱一个。拜拜。梦要创啥呢？阮都无爱去，甘愿将此做工来万岁。阿娘万岁，阿阮活伯伯，阿娘家阿伯不免做空客，三顿又细细，敢会活一地？每暗带你来用油野粿。风流老阿伯，讲话真实的，回头吃水也唔吃歹势。阿娘阿娘的，阿慢讲出款话，看恁最近来去下小大家多看钱啊！笑不笑？这钱啊，也无归去啦。我这三个囡仔吼，互你带走去卖啦。啊，为着你也欠钱啊，我真艰苦过日。啊，若剩的你才搁找我啦，吼。啊！佫三个囡仔要花卖哦！啊，讲安尼哦？是啊，伊都安尼甲我讲啊！哎呦，阿姐，你哪会靠干呢？也煞唔知影叫恁老母甲我讲话，讲甲我感动着。讲什么哦？伊厝内面还佫有三个囡仔要还卖啊！我来搁较济呢。阮阿爸讲吼，我有一个阿兄，甲一个阿姊，拢已经送互别人啊。啊，安尼哦？就是啊，我看阮老爸老母哦，逐工在种钱呢。阮阿妈身体阁无好，心内足艰苦的。啊，伊讲哦，你招我趁钱的，我毋知对恁来到这，想讲吼会当分着钱，互阮老爸老母吼过较好的日子袂？那你这个囡仔真正有影甲阮两个朋友啊！是啊，我是足不应该甲你带来这，要甲恁爸母讨钱啊！哈？啥物？原来恁带我来这，就是要甲我爸母摕钱哦。啊，是啊！阿姐，我求恁啊，阮家足善的，实在是无钱啦。阿姐，阮老爸老母哦，即摆已经足可怜啊啦，你毋通搁甲因摕钱啦。你放心啦，你放心啦！我当听到你讲这话，才感动着，阮敢还阁有可能去甲恁爸仔母摕钱？真是了，阿姐，真是了。是啊。啊，真赞了，多谢。爬较紧的啦！你说你哦？师傅啊，你若定定要经这款歹行的山路，互我行。哪有法度？我接到迄个电话的声吼，有听到德家的声音啦。迄德家的声吼，敢若亲像伫这尖山的附近。啊，我毋知会带你来遮。哦，安尼哦。啊。毋过哦，我爬落足惊的呢。你要来的时，你毋是讲套动，啊，即马才咧惊，爱靠过爱对路，无你转去啦。转来就转来啊。师傅啊。喂，啊，你毋是要转去啊？无咯，男子汉大丈夫，做代志爱有头有尾，谁讲我要转去？你毋转去啊？行这山路吼，我上内行，特动，行互你看。有法度才通诶。你看这山路很好行，我行你看，特动啦。
你车袂买遐久，你是咧创啥话啊？有啦，伊就无兰山的，搁去换咧。紧来啦，摕好啦，摕好啦。太啦，车票伫遮啦，等啦。阿姐，袂啦，我无想要转去啦。阿姐，我甲恁大都好好咧，啊，你从我食物啊吼，拢比阮兜好足济呢。好无好嘛，阿姐，莫互我转去啦，好毋好啦，阿姐？互我大落来啦，好毋好啦，阿姐？我看我大就好咧。你哪点去？莫讲着恁兜，啊讲着恁兜哦，我就去，我对心肝。本来我想讲哦，有你哦，我会当趁当啊大栋的，结果佢开个将都破产去啊！有影啦，我就抓，即摆身躯无半些人咧。你一定甲我骗啦，你一定足有钱的啦。啊，阮昨吼，你予我食的物啊，哪会食得好，对不对？我甲你讲吼，我要继续大落去啦。啊，搁有啊，你讲要帮我趁钱啊，我即马吼一丝仔拢无趁着，你哪会要赶我走啦？我唔管啦，我要继续大落去，我唔管。无啦，你哎笑啦！嘿，我毋捌看着像遮皮的呢，皮这体的呢哈！哦，你这明是出一家食较大底的呢哈！你皮这型的哈！哦，啊，你的意思就阮这两个水鬼啊，去对着你这个小成王就对了啊！好，啊好啊，那这我来行，这我有法度，我知影啦。来啦，偌济摕出来。我剩这营养要食饭啊！哎呀，免管遐济啦，囡仔较要紧啦，连一点仔爱心都无有影的。来，打，摕，紧转去，全财产拢伫遮，互你今仔打，安尼你有欢喜啊无？啊，敢若安尼尔已经是38度，靠边花路热人的天气，我的心情还在拖动的啊！奇怪，明明就摔伫这个土野落来，啊哪会煞找无哈？夭寿哦，唔知去互嫌家去咧。哎呦，实在真害哦！啊，甲一个多多胖见找无倒咧食啦，即马佫连阮倒地啊吼，拖动的煞叫无去，那要安怎？都佫继续找，拖动的啊！拖动刚才阮拖动的声，拖动的啊！姐，拖动，你有安怎？我不要紧啦。所以讲，我紧你等啊，我随就来哈。到哪里？唔通去砸着。啊，有够无？哈？有啊，晓。会使。啊。倒找有无？哎呦，我这个师啊吼，实在有彩工在牵呐，你家己摔落去吼，也无烦恼讲有安怎袂，啊，就会晓先关心别人，安尼好，食古水啦。师，我唔若古水尔，还佫做人的呢。像你即马，哎呦，活甲过这个面过甲敢若鬼咧，若讲外有人缘，我嘛无爱信。来，行。好。你是安怎笑？我来爬袂起，爬袂起来。我的脚，脚是安怎？哎呦呀！我哪会流血流到安尼啦？我脚倒去啊，我叫脚啊，我要我迄阵啊讲叫你莫对，你都唔听我的话哦。你加甲我对是加伫咧甲我颠头半手的啦。即马倒找无，你的脚又搁伤甲安尼，看要安怎？我无安尼使，我家己坐公车来转，啊你去坐倒较要紧啦。坐公车，好啊！你叫是遮对，这是山头岭尾呢，哪有公车通好互你坐啊？行，我带你后先生看。啊，所以安尼足歹势呢，即马倒佫坐无，唔知要安怎。
等下歹势啥？高骹较要紧啊！你看你的骹吼，流血流甲安尼，若无紧来去用膏，流了过头是会死呢。啊，会死哦！会死我无爱，会使赶紧来去互看。我就唔相信你唔惊死，来来行。好，使，赶紧来看。好啦，较忍耐咧啦吼，啊念伊就够啊吼。顶期规个拢出两败啊！即嘛就对啊，妈，林家牛奶呢？啉牛奶，你是阵嘛要甲我害死哦哈！你叫我牛奶加啉个，啉到强到一只敢若牛的，啊出去去互笑，安尼你才会欢喜心啊！毋是啦，我无这个意思啦。我是想讲啉牛奶哦，对你的皮肤甲身体拢有帮助，对你嘛真好啊。即马大家拢嘛流行啉牛奶。我免缀人流，我啥嘛就爱缀人流去。你讲迄什么消话你啊？哈！你连记知影讲我若啉牛奶会歹巴肚哦？哦，你心肝有够重的哈你啊！我来去换豆奶啦。当啊！豆奶，嘿，你明记知影讲我若豆奶啉落规工胃糟噶，你偏偏要叫我啉豆奶，无你是啥物心嘛？你是啥有毒心嘛你啊？无你想要食啥，我来去传。加买咸酸甜甲汽水啦。哪有人透早你食迄个啦？啥若无？我就是啦，去买啦。差死命，手白了。我来去传就是啊嘛。妈，医生有交代呢，透早来食咸酸甜哦，对你的胃无好。是安怎啦？医生是恁老母，还是我是恁老母啦？哈？当然是你啊。对啊，啊你也知影讲，这间厝啥物人伫咧做主？我对啊，啊你啥来都爱听人的话？我叫你莫去上班，哈，叫你踮咧厝诶。嘿，我是遐歹看面了，哈，我是遐尔顾你话，我是遐尔啰嗦心。好啦，你是我的大家，我哪会嫌你啰嗦？我是想讲吼，做一下工课，加减啊趁一寡钱，来补贴这个家庭啊。但你心肝内底想啥，我毋是毋知影啦。斗趁钱，讲甲遐好听，咱甲你交代讲，迄洗衫机甲囥的，咱是要看风的，吼，咱就无几个人，啊衫换起来就顺手暖暖起来，毋听咱的话啦，哈，冰箱歹去就随叫人来伫修理啦。我跟你讲哦，阮较早无冰箱嘛是照常安尼伫过咧，啊，带你入门哦，敢会晓要开钱尔来晓啥？妈，冰箱若歹用，我买的鱼甲肉，若无冰起来会歹去啊。骗我遐多，啊，当阮当当是毋是盐抹抹的，啊，吊起来切，啊，安尼咸芳加偌好食，你是捌啊毋捌啊？妈，我是惊厝边隔壁会甲咱笑啊。笑喏，哪会袂笑？大家是笑你戆啦！哎哟，我就是惊你去用笑，毋知安尼一点一滴安尼有哪你甲你教？妈，妈，我哪有你甲你骂？我是甲你用讲的咧，无你问迄个观众朋友啦。哼，你听唔到我的意思啦。你若无讲话吼，无人会讲你是野狗。今日拜几啦？要死啦，要死啊咧！无你是野狗哟。问你拜几，你哪用比的啦？你拄则讲过啊，我若无讲话，你袂甲我当作下狗，我毋则毋敢讲。哎哟，我哪会遮歹命啦？娶到这个新妇来，你甲我落的命！莫生气啦，莫生气啦吼，今日是拜日啦。拜你啊！哎呦，地当啊，你来紧来去，看即摆几点？紧来紧！哎3:40。三时，地当表白。哎呦，紧啊，13个啦！咦，秀豪，来，趁烧。哦，你看嘛，阿爸准备食哦，讲阮上喜欢食。来，谢谢阿爸。来，赶紧啦，趁烧啦。好啦，阿爸，实在真歹势安尼。我自从吼嫁互恁阿呆了后，啊，逐工的早起长拢你咧传的，实在真歹势了。你哪是讲啥？你是我的媳妇咧，就甲等于我的囝同款，我拢同款，疼敢若命咧啦。阿呆有较袂啦？无啊，我嘛是为着这件代志哦，足烦恼啊。迄3工哦，目一日就到啊。啊，到时哦，阿辉若来讨钱的时阵，啊，咱若无钱下伊，毋知要安怎才好。早讲一句吼，拢是我拖落去恁来。你想讲3年前了，
刚我咧做猪头时哦，迄个趁钱甲用bud的啦。规个庄仔头的厝哦，强到变花买甲空空啦。无咧，我会记哦，当初是你甲我买1斤尔。意思讲我顶有钱趁足多啦。啊，阮人啦，迄变化足紧啦。迄啦水搞地啊，迄期间安尼去用钓电啊过，钓几啊百斤呢。我背一个安尼吼，这件事差煞袂掉呢。我想讲，到尾看办事不好咧。看人咧算股票吼，嘿，咱是讲我敢袂歹的款啦。嘿，对落去买呢。我都真够呢，按7000几点，安尼变啊万几点呢。阿爸，后来吼，咱较4000几点，你毋知摕我的私兄钱去买股票，到我即马吼遐现金，搁调去股市的，对无？对啦，迄老岁代志莫有讲啊啦。哦。好家菜，有即个好媳妇安尼上一下班吼，叫我到医师这3顿，要若无吼，一定足凄惨的。所以阿爸，咱俗语人伫咧讲吼，讲小贪就软过咱啊。咱人哦，不管做什么代志哦，一定都爱脚踏实地去做才会用的哦。明白知，以后吼我会较谨慎啦。好。股票无妥当卖，我黑白对人买。啊，即个牌吼，我真妥当，我嘛袂黑白签。这个放心，我知啊。做人哦，本来就是应该安尼先做啊。阿爸，安怎？啊你安尼即几工去上班吼，有听迄风声讲即期爱签几号？阿爸，你拄则毋是讲过，讲我签啊？你只不过你问明白。我拄仔讲过，讲无妥当的牌，毋敢黑白签啦。而且谨慎，才要探听看卖咧。哎呀，阿爸，你一定爱改啦！敢讲吼，你一定都爱甲阿呆害死才会用的心。你爱知呢，伊足有效力的哦。伊哦为着安尼，毋敢阻止你签牌哦。搁有吼，搁惊伊讲迄债主来甲讨钱，所以伊毋敢转来，你知毋知？即满上惊就是迄个阿伟啊，到时啊摕无钱的时阵哦，伊啥物手段哦都做会出来。所以伊若来的时阵，阿爸你一定秘起来，一切代志，互我来应付伊就好啊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总是我毋对啦，才来拖累伊哦，囝儿逝世。公阿妈，你嘛较有灵性咧，安尼吼保庇我会签一档啊，互我钓一档啊无，我一定会改啦吼。红衫滚头嘛比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毋知嫁翁也陪？妈妈，你嘛较有灵性咧，安尼吼保庇我会签一档啊，互我钓一档啊无，我一定会改啦吼。阿爸，你这句话已经讲2年外，你知无？我现在讲2年外，啊，你2年外你拢无对，要讲嘛袂改。袂改，你搁啥物？喂，副总，你一定吼莫互我阿爸钓，免去互伊钓的。不，好心肝，你咧讲安尼啦？本来就是啊，大家咧拜拜都好钓，安尼社会吼，就乱了了啊，就免做工课就用的啊。你无好想啦，阿爸。爸，哦，食我通收收咧哈。唔免啦，想食饱我家己收。你就是安尼啦，是我老人讲吼，辛苦用啦，一个加减做这工课哦，才袂去受遐有诶无，毋则袂去黑白签，对无？哎哟，你惊死啦！后人听新妇听以前的啊，无你是读较歹哦。阿妈，你遐坐啦，我有代志，要准备上班啦吼。阿金啊，你哪慢慢呢？他这是阮家的代志，你管啊这要创？做大家哦，爱有大家尊严，你捌无啦？哎呦，什么时代呀？我讲阮兄啦，莫分讲是大是小，咱大家拢互相才对。互相久啊，就爬到头壳顶啊啦！我无爱甲你讲啦。哎呦，你啥物我得爬到头壳顶，你就是安尼啦。像你啊，就伤过疼囝，疼了过头吼。我即摆一个媳妇就娶入门了，煞等到烦恼讲囝去互媳妇抢啦，这心理无正常，或者心理变态。
红衫裙头嘛滴过咧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家翁也陪？像你啊，就伤过疼囝，啊疼了过头吼，我即摆一个媳妇就带入门了，所以这种烦恼讲囝去互媳妇抢啦，这心理无正常，我心理变态。你是你个，你是叫鬼跳着呀？叫啊大声！不是啦，点你啦！哎，你生拢无礼貌呢你啊！你无看我你甲人讲话哦，啊一声撞入来就安尼甲我炸呢，我你什么意思你啊？是的啦。死要甲活大咧！哈，我知。你这查某吼，你心肝有够歹哦哈！哦，你出门讲叫我笑你看，你甲阮囝吼听讲去逍遥对吧？对吧？你讲，对不对啦？莫甲我悠悠闹闹啊！什么代志啊？是的啦，我毋是挑工的啦。安尼打电话倒转来。哈，阮安尼打电话转来哦。哎哟，我一个心肝仔囝咧，伊讲要出去3工嘛，啊3工就要趁大钱转来，安尼伊念要转来。我要转来等钱，妈，嗯，不是啦，毋是，安尼讲吼，迄个钱伊无趁着，佮问讲你身躯边有钱无？身躯边还阁有钱无？做老母的人也无想讲囝伫外面是咧做啥代志，只要会得通摕钱转来就好。这敢是做爸母的起工呢？阿呆的老爸是疼新妇人命呢。西安的老母看到伊的新妇是百般的挑染甲质地，这款的代志是要如何来排解才好呢？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敬请各位观众继续来甲阮收看《大金婆串江湖》。害我将油问来找金凤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戆，是我空，是我痴情又倔强。伊是风，是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